大家好，大家共下来讲卡，共下来考抗疫能力中国金英卷，听力测验、口语测验、阅读测验、书写测验。本课程将进行听力测验、口语测验、阅读测验3种题型的得分策略。书写测验的应考技巧，请参考写作题型得分策略相关课程。第1单元听力测验。下面先来讲听力测验。听力测验做得分作1、单句理解2、对话理解3、片种理解。这3种类型的题目，主要就是以题目的长短无相同，不过用以回答的方式会同接群解。做好的声音先行，过来分出你的先行之间的差别，再过来就是听题目，保每选出最得当的答案。